细汉的时阵，阿爸讲过一句话：人生这条路，无人替你行，达到着家己爬起来，受伤着家己忍，毋是每一摆拢有人会来牵你。出社会了后才知影，人情有时亲像早，有钱的时阵身边真多人。无钱的时阵，连电话拢变少。不过阮嘛无怨叹，人生本来就是安尼，一步一步行，行甲家己看会起。有风就自己动，有雨就自己淋，路若歹行，嘛着继续行。路是家己行，人生家己扛，无人替你受苦，嘛无人替你打动。若有一天，阮真正成功，是因为运气好，是阮从来无放弃。路是家己行，梦是家己追，就算全世界拢讲阮无法度。相信总有一天，阮会行出属于阮的路。看过有人为着生活低头，看过有人为着家庭甲肉忍。每一个人拢有一段故事，只是无人知你昨暝哭偌久。阮嘛已经想要放弃，想讲算啦就安尼。不过天一光，老将搁再响。生活嘛无问你欠嘛你甘苦，所以阮搁长期会继续走出门。无需要讲偌多，最好时间看。有风就自己动，有雨就自己淋，心若也有梦就唔通认输。路是家己行，人生家己扛，无人替你受苦，嘛无人替你打动。成功是因为运气好，是阮从来无放弃。路是家己行，梦是家己追，就算全世界拢讲阮无法度，阮嘛相信，总有一天，阮会行出属于阮的路。无人替你行这久远去到今。所以达到的时阵，阮嘛无惊。有一天若回头看，才会发现原来每一步拢算数。路是家己行，人生家己扛，风雨再大，阮嘛袂惊。若梦还伫心内，就继续向前，总有一天，阮来行到天光。路是家己行，阮家己选择一条人生，阮要家己完成，毋需要啥人加阮证明，阮只要问家己，有无认真活过。